AI 还有一个破绽，早期的 AI 做不到完全防水，现在的前端型号倒是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你还是能让水底看到它们的破绽。有人吗？喂！它们被水淹没时会自动关闭模拟呼吸功能，不会像人类一样由应激意识慌乱紧张。它们能在水底自如地眨眼、屏息，停留很长时间。夏长，是你推我下水的。为什么？我没想到你跟程杰一样捉弄人啊！随玉，一人在水一方，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隋同学。老师，刚才我路过游泳池，被溅湿水了。因为我感冒了，不能下水。你赶快回去换衣服，对吧？谢谢老师。进来吧。我知道我做了很过分的事情，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我知道 AI 是不会生病的。长安，你没发烧吧？是说那个教室的 AI 跟我长得很像，所以你才怀疑我的？你知道一个人和我长得很像的概率有多小吗？主要是太巧了，那出事那天，刚好你也不在，而且你对大家都很好，好像谁惹的你也不生气。所以那天吃饭你找我茬也是这个原因咯。我是觉得你不是故意的，所以我才没生气啊。结果你试不出来就把我推泳池里了。推泳池是我以为 AI 进水之后会有破绽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跌到水里之后，它会关闭他们的模拟呼吸生理技能。还有上次你脱衣服处理那个的时候，我还以为那是你的开关呢。这个是小时候被烫的疤，你要不要来试一下，看我会不会关机？你来试嘛。